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日是7月初6，诗篇62篇第50安尼讲：我的心神啊，着静静专心听候上帝，因为我的愿望对伊来。三甲来祈祷，愿所愿望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行奇异的事的上帝，主啊，你的阳光充满全地，你要降临。亲像雨落伫已经高大的草，亲像及时的雨水润泽土地。伫你坐位的日子，义人会兴旺，甲月边久，享受大和平。你要怜悯困苦散车的人，要拯救困苦人的性命。主啊，当我用尽心思，想要脱离苦境，想尽办法，想要解决困难，总是我无静静听候你，直到搁较艰苦甲困难，求你互阮静静听候，因为阮的愿望是对你来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愿主帮助咱，互咱的心神会通伫伊的面前来静静听候咱的主，因为咱的愿望是对伊来，互咱无搁伫世间来想尽办法，用尽心思要解决，互咱单单听候咱的主，伊的确要使咱永活的愿望、喜乐甲平安。愿主时刻甲你三甲伫地，耶稣听你。属你平安。